Norman 筆名 Mr. Sugar 係一名醫藥人，學醫學，投身藥業，並以病人視角深刻體會生命嘅重量。佢唔單止係醫理學嘅醫患倡導與公共事務總監，亦都係肺癌病人關注組召集人及好藥港用病人代表。自留學回港以嚟，佢便投身全球首屈一指嘅跨國製藥企業，喺醫藥界奮戰30載，累積咗豐富嘅經驗，亦都締造咗深厚嘅醫緣。然而，人生嘅轉折往往悄然來襲。當疾病揾上門，佢開始自省，重新審視自己嘅初心，毅然發現真正令佢熱愛嘅係推動醫療發展與健康教育，從另一個角度去醫人，讓知識與關懷成為治癒嘅力量。歲月流轉，踏入樂遊之年，健康越發成為生命嘅核心價值。人生嘅道路終究需要調整，工作總有退下嘅一日，思想與行動亦隨之轉化。香港係一片福地，擁有優秀嘅醫護專業人員，而佢自細生長於醫護家庭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亦都選擇投身醫藥與健康教育工作。佢嘅職業生涯始於消費者委員會，專責研究醫療健康產品與服務，解答消費者疑問，並喺選擇月刊撰寫醫療放大鏡專欄，致力於知識普及。其後，佢加入跨國科研製藥企業，每日同醫生、藥劑師、醫護人員同病人組織建立深厚嘅連結，見證醫療嘅進步，亦都親歷生命嘅脆弱同堅韌。佢嘅父母喺深水埗基層社區行醫數十載，默默耕耘，為有需要嘅人提供醫療服務。呢個讓佢不禁反思，人生嘅真正追求係乜嘢？除咗個人成就，佢仲能夠為社會留低乜嘢？生老病死係每個人都會經歷嘅過程，而佢更加親身體會其中嘅重量。健康嘅價值何其珍貴，銀行入邊嘅財富究竟幾多先至算足夠？2022年12月，佢確診肺癌。呢一場病俾佢睇清更多真相，亦都俾佢更深刻咁體會生命嘅意義。天父賜予佢無數恩典，指引佢走向新嘅使命。佢深信生命影響生命，唯有攜手推動醫療發展，凝聚力量，先至能夠為社會帶嚟真正嘅改變。今日佢懷揣信念，同志同道合嘅夥伴並肩前行，一齊推動健康教育，一齊學習，一齊創造更多可能。